好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家真烧热，来一碗圆仔冰是透心凉。这个台中甲云林拢有这真好食圆仔冰，生理是强强滚，大家会较好食咧。今仔日的美食大车饼。 哦，满满的。系啊。大鼎内底拢是菜馅圆仔飘伫微微薄薄的滚水当中，红白黄绿蓝五彩缤纷。披彩色衫圆仔用的是天然的食材，绿色是用抹茶做的，黄色是用姜黄做的，蓝色的话就是用蝶豆花做的。 云林这间冰店开40年，传承3代，特色就是菜色圆仔做的圆仔冰，清冰搁蓝乌糖的汤水，搁铺独自好的圆仔。 冰要袂样，来等的人客看到心拢要先扬起啊！第一次来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这就是入口即化。台中有一间冰店，嘛是传承3代，是100年老店。圆仔冰用的圆仔，唔是机器做的，是头家伫你面头前现切现煮。在南部要靠人来做，这无啊。 这要被机时代。圆仔色啊，水泡冷水，搁加放超过4点钟的红豆和土豆，规碗摕起加搓冰。 一台搓冰机动作有淡薄慢，因为和这间店同款有100年的历史，不过伊的冰真特殊哦。吃起来就是蛮爽口，你夏天来讲的话，就是可以生津止渴。好 Q， 红豆有松。云林的圆仔冰和台中的圆仔冰来相比，云林的用姜黄、抹茶和蝶豆花来做，色彩丰富，加起来口感真软，配料薏仁、粉条、红豆等等。 台中的圆仔冰，圆仔现切现煮，泡冷水食起来特别 Q， 搓冰搁真油，配料红豆和土豆，口感绵绵。云林和台中的乡亲介意倒一味？我觉得外面的可能比较有时候软硬会不太一样，然后可是这个是它真的就是很软 Q。冰比较绵密，比较不会像外面的冰是一颗一颗的。透心凉的圆仔冰，得到每一个人的心。